后来，就惊这个新冠病毒会阁量转来，疫情指挥中心来宣布，民众出入到8大类的场所，包括病院、卖场、娱乐场所、甲大众运输工具等等，拢必须要来挂喙罨。台北捷运为顶礼拜四开始来劝导，一礼拜落来，总共劝导126000人，其中只有1个人唔肯来挂。今仔日是劝导期结束，将要正式来开发咯。打来，只要坐捷运无挂喙罨，相关罚15000块。从今天开始，北捷的劝导期已经结束。只要你搭乘捷运没有佩戴口罩的话，最高可开罚15000元。早起捷运站人有够多，要上班上课的通勤族唔通袂记挂喙罨。他是忘记戴口罩吗？对，忘记戴。这个提醒，这个学生随挂号才入站，为8月7日到8月13北捷总共可劝126000人，敢若1个人唔肯挂喙罨。永保站内依然有大人无囡仔挂喙罨，这点要注意。比较难控制，因为小朋友不戴口罩。哦，小朋友比较他会拿掉。记者一个提醒，随甲囡仔挂喙罨，为了卖好这个防疫出问题，天气这热嘛爱忍耐一下。流汗的时候这边会黏黏的，是的。哦，但是就是为了那怎么办？继续戴，确实不轻啦。可是，要有一定的金额，民众才会信服啊。我是觉得，像现阶段的话，我觉得开罚是有必要的。台北市政府表示讲，罚钱部分因为中央无强制，目前依然以可劝为主。不过，依然要提醒乡亲，坐捷运挂喙罨唔通袂记的，这是保护家己，嘛是保护别人。